好了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来串联今仔日的诗歌，为着敬拜，咱着爱准备心吼，这点真重要。礼拜顺序的中间的圣诗吼，咱学会晓唱哦，字看好清楚，读正确，拢是一款的准备心吼，就是一种预备吼。好，我觉得周日礼拜吼，就是咱规礼拜所有吼，咱对主的感谢甲学乐，透过主日信徒大家同齐的集体的敬拜，咱有机会会当彼此来激励吼，来分享吼。所以咱着爱注意主日敬拜的这个时间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能咱有感觉讲，毋免去教会嘛是袂歹吼，就是毋免就早起来，佮毋免穿衫安尼穿个整齐，毋免开车。伫厝里看这直播嘛是真轻松吼，有倒咧吼，坐咧体咧看吼，感觉有礼拜就好啊，不要紧哦，安怎拢会使。不过就是说，我们很容易会厌倦嘛，就会懒散啦，吼。轻松是真好，不过一不小心就会变作随便就唔好啊。咱敬拜唔好随便吼，咱就将精神找转来，好好来锻炼咱的诗歌，家己的身体爱顾好，慢慢准备就爱倒转来教会做礼拜。好，今仔日第一首圣诗236首，这首大家无熟吼，咱听一下旋律，听一次。唱一个第一节，吼，预备来。哦，罗主的行一段路，哦，罗主的生命，万主生命的道路，万主生命的道路，对日出的高低所在。至少咱欧罗柱会当唱，然后字有点难哈，慢慢的对上。哦，这首诗歌，都是，让我们再一次想起咱是主的囝儿，所以就爱欧罗伊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欧罗伊的姓名。好，那歌词我觉得还好，但是就是旋律不熟。好来，我们来唱第二节，第一节，预备来。哦，罗主，感谢哦罗归上帝，大地对主敬心，管下万国就是上帝，管下万国就是上帝。来，哦罗主，哦罗人更归上帝，下人的亲像伊，何必真的加罪过贵？何必真的加罪过贵？何因的安好的向前，哦罗主。哦，罗主，主的
上帝吼，伊照顾赏赐咱所有的每一项，咱拢无欠缺。等一下伫礼拜中间，大家就大声来唱圣诗，虽然无正式，多唱几次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首圣诗是较古早576首，大家拢较熟，咱来锻炼一解。好，前奏是。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。看好清楚，来。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，直达光明荣耀光明，无论啥事自开来极大，困苦的日，甲你扶持。伊若苦主不必听他，倚就不定拢为约他，常常偷窥个天靠无天，有本寡路有啥哩见？读诗因为黑暗的孤寂，家己爱上有啥好嘞？因难得你起来难爱，互你也为心计可叹。第三节。起舞渐渐宽心天后意，用尽心情来肯地望，承受天地善良的旨意，拢是对伊智慧听他。主敬着咱来属地，在咱欠亏无的要求。好，头壳第三节有一个讲用尽心情来渴望，放你的盼望在心里。好，所以等一下还有第四节。不过这首歌大家比较熟，这是一首充满假释的诗歌。咱在吟诗的时阵，唔通惊那唱歌的旋律，咱就爱通过诗歌来接受这歌词的启示的假释，来得到提醒，就是咱爱信靠伊，爱听候主的安排，无得犹豫。好，咱等一下就是这两首的圣诗，咱就好好来吟。师会讲，请起立哦。咱即马有一寡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，我们就会站起来。咱伫厝里呢，嘛是着起立，毋是对眠床顶坐起来尔，是爱起立，然后认真，就是毋通变做，就是对，就是没有注意的在做礼拜，变做随便就无好。咱以上练习到遮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奏乐。
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踮伫我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恁通放心。我已经较赢世间。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236首，236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营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。我能的爸，上帝大病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信，我信信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三甲用启文，请坐。三甲用启文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文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。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迄得别的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称赞教示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。
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，嘛，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。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阮要学罗你，你是阮的伴照，阮的救主。你的心，甲阮的心爱连做伙，阮的心爱时时刻刻仰望你。当阮的心忧闷时，你要成做阮的喜乐；阮的心绝望时，你要成做阮的毋望；阮的心无力的时，你要成做阮的快乐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互阮的心常常甲你内面相连，嘛甲你同心。主啊，伫这疫情还阁无平静的时，求你的平安来保守阮的心，互阮袂惊吓，袂忧愁，嘛袂挂虑。毋管阮伫什么情况、什么环境，无论阮面对什么未知的未来，阮拢会当靠着你的平安，安稳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愿阮的生命拢伫你永远的平安内面。主啊，即时我嘛要为着阮所犯的罪，求主来赦免阮的自私甲无知。我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医治阮的城市、阮的国家、阮的世界，嘛求主借着疫情来提醒阮思考生命的意义，互阮的生命互你来倒空，互你来清气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恢复上帝你荣耀的形象，嘛经历上帝奇妙的引带甲改变。主啊，阮要陪伴阮的心来参加聚会，将阮的重担交托互你，由你互阮得到帮助，嘛求主你亲自来带领阮上山教会，成做一个充满你疼的教会，阮会当彼此相疼。嘛会通疼阮的厝边，今日敬拜，我们要用诚心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，毋望上帝你的智慧甲能力进入阮的会中，以及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感谢主，阮诚实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敌市，又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，代代无止。阿门。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4章。27到31，66到72节。27节，耶稣甲因讲：恁拢要受杀害，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拍步者，羊就四散。若是我国完了后，要带薪领去加利利。彼得甲因讲：正人虽然受杀害，若是我无安尼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今日就是伫今暝，过天二路会大神，你要3摆毋认我。彼得进来讲：我就若甲你死，也决断袂认你。众人也拢是安尼讲。66节，彼得伫下面画圆的时，有坐石头一个女婢来。看见彼得咧行火，向伊讲：你也捌甲迄个拿撒勒人耶稣做阵？伊毋认，讲：我毋知，也袂晓得你咧讲甚物，就出去到前院，火就提。迄个女婢看见伊，阁甲边仔徛的人讲：即个也是属伫因的党。
伊阁毋啉，阁嗲久，边仔徛着，阁甲彼得讲：“你是属伊的党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”伊就咒诅，阁咒抓讲：“恁所讲迄个人，我毋捌伊。”过即时天日落，彼得就记得耶稣所甲伊讲的话，讲：“过天日落的大神，你要3摆毋认我，想到就天哭。”请吴玉轩传道讲道，题目是失败是要安怎？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今日大家看到的经文是写着一个大家拢作晓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关乎着失败的故事。讲到失败，大家观念是安怎？应该无人会介意失败。失败的时阵，咱的心会真艰苦，亲像一张白纸有一个污点。亲像讲，咱努力真久的成果，全失去了意义。可能咱本来想讲，这项代志做了，会当成就安怎的代志，但是也是失败的话，才会努力煞加做灾难。所以咱拢真惊吓失败，拢无愿意拄着失败，甚至讲咱嘛会惊讲。也是别人失败来应用着咱免怎，牵连着咱免怎。咱看到这个字的时阵，咱就惊吓，想要逃走。安尼为什么圣经中要记载着这么多的失败？咱看到不只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，伫规本的圣经一开始第1章还未煞。到后面，阿当就失败啊！创世纪有真侪失败的故事，佮到咱今日读的马可福音，这段咱真熟。伫客西马尼园的时阵，耶稣受了，互人审判的时阵，耶稣上需要伊的门徒跟对伊来帮助伊的时阵，彼得，即个伫门徒中。做头的上有气力的人，伊煞惊吓。虽然伫进前无偌久进前，伊对耶稣讲：“我也是甲你同死嘛，不要紧，我就是要跟对你，我决断袂讲无要跟对。”彼得讲了，伫早起还未到的时阵，伊就3摆无认主。虽然这段经文。有记载讲，耶稣已经讲过啊，但是彼得伊讲我袂，我绝对要跟对，煞就是无做到，并且马可福音都还未，伊写的失败不止这项代志尔。彼得失败了后，咱继续看，虽然后面10章是耶稣定时过，佮荣耀的国我，但是当耶稣国我。梦已经空了后，遐个伫跟对耶稣的妇人人，因行到梦的时阵，因的反应是安怎？天使对因讲：“这个梦已经空啊！恁所毋望的人已经过我，伊已经大胜利要去加利利啊！但是听到遮好的代志的时阵，马可福音是安怎记载啊？遐个妇人人惊吓。”惊到毋敢讲话，煞无将安尼的代志都传出去。可能咱咧看马可福音的时阵，会特别注意到，为什么马可要写遮尔济的失败？可能伫4本福音书中，马可福音是失败记载上济的。也是咱看别的福音书，咱看马太。马太福音会记载讲，门徒因大有信心，无论是拄着安怎的挑战、安怎的阻挡，因拢有信心来跟对耶稣。也是咱看路加福音的时阵，咱会看到一群人是回应耶稣的呼召，来跟对伊的门徒。
咱看约翰福音的时阵，咱会看到是一群会当听你耶稣的话，听你伫内心记牢、倒思考的人。但是啊，才有马可福音，伊不只是写讲伫世界正正门徒的失败，伫第9章开始，伊就开始描写门徒济失败的所在。伫船顶大海大风涌的时阵，门徒煞无信心，讲因要死啊！耶稣讲啊，恁遐一点仔信心都无。到后面，耶稣每一摆假是因讲是假意义的时阵，伊拢煞是听无，煞是想讲啊，阮要找家己的位。耶稣的教导一句就入了因的心，并且伫上后壁，马可福音嘛是写上济遐个门徒无跟对耶稣到落尾，拒绝耶稣的状况。为虾米马可要写遮个代志？遮个代志毋是咱平常时爱读的故事，咱较爱读的，感觉会感心的，是要读讲一个人有诚大的信心来倚靠上主。咱会看到讲一个人，伊会当倚靠上主的能力来赢过诚济的试炼，来赢过诚济的灾难，来忠实伫上主的面前。普通时，咱真正无介意看到讲一个人因为拄着困难，怎失志，怎软者，怎失去伊的信心，甚至是失去信仰。为虾米马可要写安尼的故事？但是安尼的故事，咱看到门徒遮济软者的所在，到底对咱正读马可福音的人有啥物利益的？可能马可就是要写安尼软者的故事，因为对人的软弱，马可要白白强调一项代志。伫遮尔黑暗的代志中间，遮尔黑暗的代志的中间，上帝的工、上帝的福音、上帝的大权能，永远要伫黑暗中显出光明的所在。对人是遮尔无困难，遮尔无信心，咱看到讲一世界顶，上帝的大困难。是带来偌大的改变，偌大的无共款，真正是会当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改变规个世间，并且咱看到，伫门徒逃走了后，伫梦已经空了后，虽然咱看到门徒无跟对耶稣，遐个妇人人惊到毋敢讲话，但是。福音的好消息有安尼就无啥去吗？无，因为耶稣已经讲过啊，伫门徒的内心，伊要兴起加利利。虽然讲门徒无跟对耶稣，虽然遐妇人人听到国外的消息了后，因无去宣扬，但是耶稣已经开始行，耶稣开始来开阔福音的道路。因为伊要带咱来建立上帝的国，所以虽然人无做，但是上帝已经做啊。对安尼，咱来看到讲，伫马可福音的失败，其实有白白的意义。马可福音应该讲，马可要强调一项代志：总是人会失败，但是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的旨意。永远袂失败，永远袂失败。马可会当遮尔清楚、遮尔清的来谈论失败，谈论门徒的失败。可能咱对马可伊一生来看，咱嘛看到这个少年人，伊嘛是经历过诚济的失败，诚济互人无谅解的代志了后，到成做一个会当写福音书的人，
可能论到马可，大家印象是安怎？第一届咱看到马可的时阵，是伫使徒行传，可能大家拢真有印象。伫迄时阵，保罗甲巴拿巴第一届要出去宣教的时阵，有带了马可，但是拄仔出发，无行偌久，马可就讲伊要回去啊，中途就走啊，伊无法度食苦，无法度军队到底，到安尼，甚至引起后来真大的冲突。伫第二届，保罗甲巴拿巴倒要宣教的时阵，巴拿巴讲：咱都带马可出去，当好无？保罗就毋愿意啊。保罗讲绝对无爱，我绝对无要带即个少年人倒一届来宣教。甚至到后面，两个人就冲突啊。这段经文大家嘛真熟，咱会对这段经文来探讨讲，当讲咧冲突的时阵是免怎来处理，免怎来应付讲，咱甲当讲的意向无共款，观念无共款的时阵，咱免怎面对。但是马可伫使徒行传中就无得出现啊。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一届来记载马可。安尼，咱问一个问题：伫使徒行传，互咱看到一个总无见识、总无信心的，甚至是袂晓想的少年人，即个马可免怎加做后面会当来写马可福音的马可？这中间是经过了怎样的代志？无毋对，伫使徒行传中，后面保罗宣教的代志中，马可的名无得出现啊。但是圣经对马可的记载无停伫遮，咱继续圣经后面显落去，伫哥拉西的批的时阵，咱会发现讲，保罗互人关伫监仔的时阵，马可的名出现啊。马可走去遐来探望保罗，并且保罗最后伫批的后面有讲，巴拿巴的表小弟马可嘛请恁的安，伫最后保罗写批的最后拢有那个请安的所在嘛，伊都有写着马可的名，都吩咐讲哥拉西教会爱招待伊，当伊去遐的时阵，到遮咱知影两项代志啊。为虾米伫使徒行传的时阵，巴拿巴一定要带马可，因为是伊的小弟嘛。长辈对于细汉的当然是较关心、较照顾，但是咱嘛看到讲，马可伊虽然互保罗拒绝过，保罗是无愿意伊继续跟对伊的人。当保罗拄着灾难的时阵，伊走起来探望保罗，这是无简单的状况哦。伫迄时阵，去监仔的时阵，迄是有困难的，甚至有危险的代志。伊并且毋是讲走去家己看看的尔，倒伫遐服侍保罗。这互咱看到讲，虽然马可伫早起时，伊是一个无信心的人，伊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后来伊活动的时阵，伊煞愿意来忠实伫上帝的道路，愿意来做上帝的工，并且咱嘛看到讲，虽然讲保罗即时阵对马可可能都有小可的保留，想讲伊进前记录真正是无好。通常咱也是拄着一个当讲一代志做了一半就逃走，咱的印象拢袂上好，拢会就讲即个人当时就袂当用啊，当时讲伊就无适合来做一个当工，因为伊的心态毋对。但是咱看到马可伊开始改变，虽然讲保罗即时阵甲伊的称呼都有小可的生分，但是咱看到保罗已经接纳马可来做伊的同工，并且马可后面要请安的路程，伊也白白的吩咐讲，教会爱大伊接待。
并且咱嘛会当看到，伫彼得前书的时阵，马可伫罗马真做彼得真好的助理，伫遐来服侍彼得，来完成伊的事工，真做伊真好的同工。讲到这，咱看到一项代志，马可过去是一个失败的少年人，但是到即个时阵，伊已经真做教会一个真好的同工。但是故事到这都还未了，咱继续看，伫会门书的时阵，最后请安的时阵，保罗倒一摆讲到马可，即时阵伊毋是讲是别人的小弟，是讲我的同工，我的同工马可嘛请安。即时阵马可已经互保罗圣灵接纳，真做伊好的同工。会当家己担心来做代志的同工，到最后一届圣经出现马可的所在，这段经文可能大家会较熟。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保罗一生的路程行到最后的时阵，伊要受害，要受罗马帝国的刑罚的时阵。伊最后交代提摩太替伊办最后的代志。交代提摩太讲：你爱将我的衫、我的册较紧的摕来的时阵，都加一句话：你嘛爱将马可带来，因为伊对我的工大有利益。讲到这，大家感觉偌大的无共款。伫使徒行传的时阵，保罗是安怎来讲马可的？这个人袂使，绝对毋通，我无要用。这个人袂当真做同工。到最后，提摩太的时阵，这个人对我的事工大有利益，较紧将伊带来。我最后的工课要交代互伊。对安尼，咱看着讲，这真正是真大的无共款。通使徒保罗拢会当看毋到一个人，伊感觉即个少年人马可是无路用的，袂当用的，袂当讲无路用啊，至少是无合意的同工，无法度互伊信任的。但是伫伊一生的最后，伊煞发现讲马可是一个真好的同工，会当互伊将事工拢交代互伊的。固然。咱看到马可的服侍，一开始真是真大的失败，相当的失败，真是咱平常时真正看到这个故事，咱拢是会摇头的。这个同工袂当用，但是到最后，为虾米伊会当真做保罗好的同工？因为搭一项代志尔，因为保罗甲马可，因拢为着上帝的在服侍，因遵探上帝的旨意。只有人，你愿意来跟对上帝，来听上帝的话，上帝伊一定会开路，一定会引带。虽然讲因为人的缘故，咱会失败，会错误，但是伫上帝的应耀讲，逐项代志拢会得搁好。所以，咱看到马可伫最后一届，伊出现伫圣经的时阵，伊已经毋是咱大心看到的迄个无成熟的人，迄个会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放杀事工的少年人。咱看到的是一个尽心、尽力、尽力，伫逐所在来做上帝水的工的人。伊伫罗马，伫逐间教会来真做使徒的同工，到最后，上帝嘛拣选伊来记载耶稣救赎的福音。都是因为马可伊是遮尔捌失败的感觉、失败的意思，伊才有法度来描写使徒因是经历过安怎大的失败、安怎大的痛苦。因为伊知影安尼的痛苦会当互人搁较明白上帝国的荣耀，
并且伫马可伊咧写福音书的时阵，其实迄时阵教会是拄着足大的困难。迄时阵罗马的皇帝尼禄，伊开始伫逐所在来压迫教会，来掠基督徒，掠去杀，掠去关。迄时阵信仰真做一个真有危险的代志。你的生命可能会因为你的信仰全失去，并且咱嘛看到彼得甲保罗拢已经顺道。即时阵，真侪的信徒因的心已经无信心啊，已经惊吓，因毋敢倒信落去啊。像彼得甲保罗拢已经死啊，咱要安怎？咱倒有未来吗？咱信仰倒行会落吗？就伫遮黑暗的时阵，马可来写福音书来提醒遮个信徒，恁爱会记住，恁正拄着的灾难，过去伫使徒的身躯顶面嘛发生过，搁愈较大，因为因是伫耶稣在生的时阵，伫地面的时阵，因煞失败啊。但是福音煞是对门徒的失败中来开始建立，教会是对门徒的失败中来建立的。所以伫即个黑暗的时代中，马可来强调讲，恁爱有信心。恁有信心，毋是讲恁真好、真敖，迄无重要。因为恁看到伫马可福音中遐个门徒。伊嘛毋是每一个拢毋是真好的人，毋是完美的人，因有真侪的缺点，真侪无信心的时刻。但是啊，安尼的人，耶稣使用，但有一项代志是重要的，就是因愿意跟对耶稣，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。虽然因两者，虽然因无信心。虽然因真侪错误、真侪失败，耶稣煞会当接着这群愿意跟对的人来成就伊的国。所以任何人，只要你即时你愿意来跟对耶稣，代志就会转变，黑暗就会变做光明。耶稣无需要呼召一群足有气力的人，足有大能力的子民，伊要呼召的。是一群愿意忠实伊的子民，愿意跟对伊的子民，总是拄着失败，总是累积。只要你愿意继续来跟对耶稣，主伊要家己来开路，伊要家己带伊的子民来对前行去。因为咱所相信的迄个主，是成就一切事工的主，是战胜死亡的主。伊并且伊是世界顶，伊将伊的宝血来拯救全人类的命运，所以伊嘛一定会引带重视伊的人来见证上帝国的荣耀。安尼的信息伫咱今日嘛特别有意义。伫今日，咱经历2个多月，遮尔黑暗、遮尔无盼望的日子。常常，咱伫厝内，咱咧看新闻的时阵，咱会问家己讲：疫情当会过去？疫苗什么时阵才会来？我的生命当有安全无？咱有2个多月的时阵，咱陷落伫犹豫，陷落伫大地的无信任，大地真正是黑暗的思想中。咱当有记住一项代志。伫上黑暗的时阵，上帝犹原在掌权，犹原在治理全地，犹原要照顾怜悯伊的子民。这就是咱即时阵咱的社会，咱即个国家，甚至是全人类上需要的福音。咱真做要跟对耶稣的门徒，咱有义务互大个人知影讲，伫黑暗中。犹原有光，伫失败中犹原有主的帮助甲祝福。这是咱需要去传的，需要互人知影。虽然人类的社会是遮尔黑暗，遮尔无盼望，
但是主耶稣有气力、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。这是咱应该爱伫今日传予大个人的福音。咱三更压头的祈祷，听从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伫每一个时刻引带阮，呼召阮来做你的学生，来跟对你做你水的工，见证上帝国领教的荣耀。无论是日头光照的好日子，也是风影夜空的歹日子，你拢要带咱继续前行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你的性命求，阿门。我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76首，576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廖敏树执事负责奉献。主求你改
心感谢，你极大恩典，但求你赐福，你所请行的，享受你主爱，永远不离。请起立。主求你降来，阮虔诚奉献，愿满心感谢，你极大恩典，但求你赐福，你所赐家己，享受你主爱，永远不离。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自从缅甸政变，军政府以武力镇压人民，加上疫情的肆虐，那缅甸教会它有侪代志，所以需要大家奉献，请兄弟利用台湾基督金兵协会网站连结来奉献。毋是奉献伫教会，是利用迄 QR code。咱的周报上面有这 QR code 吼。第二点，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职读册会，会后有要举行中职会，请中职参加。中职会后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参加。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好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即时咱有咧申请讲，咱教会会当有99个人转来做礼拜，所以咱欢迎兄弟姊妹会当陆续转来做礼拜。我想伫教会做伙做礼拜的迄种同心合一的感觉是佫较强烈的吼。所以毋茫讲，咱伫厝里若较无法度专心的吼，咱会当转来。咱嘛会当来试看卖吼，就是讲你以前可能习惯参加第一场礼拜，咱嘛会当来参加第二场礼拜，互咱的迄个人流吼会当控制吼，会当较平均吼，所以咱会当用安尼的时间的调配吼，来做伙来到教会来敬拜。好，咱即时咱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吼，咱大先为着咱的教会的事工，有一件真重要的事工，就是咱的建堂的评估，互咱恳求主的引带。那么为着带院的兄弟姊妹，随便兄傅南雄，傅南雄这是德伦的爸爸，伊有迄个肺炎，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咱恳求主的医治。为着俊生兄来祈祷，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，区玉姐、郭宗贵兄、陪长老、庆和兄、秀恩姐、德雄兄、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米兰姐、民主姐、盛渊兄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、阿淑姐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志金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富美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佑庄兄、李雀老师、嘉豪姐。为着遮个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，咱嘛继续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台湾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。咱特别看见，伫世界上真侪国家，亲像昨有一个大地震的一个国家，然后咱看到真侪所在有淹大水。也是热干的迄个森林野火，咱看见即个月即站的期间，咱的世界规个拢真无平安，咱恳求主的医治，主的赦免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感谢你，因全大主愿伫你的面前，及你来忍慢，承认我家己的罪，咱恳求你的医治，你的怜悯。主阮知阮是当罪人，总是主你的听经宣发。但是阮只会想你的听你，阮并无好好来反映阮基督徒的生活。你甲阮对这世界真冷淡，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时刻为着这个世界祈祷，
阮关心即个受造物，阮关心即个世界，无论是人，也是自然，也是动物，主恳求你的怜悯。主，阮为着世界上受苦的这个国家祈祷，主恳求你帮助，或者系天灾人祸真严重，也是疫情真严重的国家，主恳求你的怜悯，恳求你会当来停止这个瘟疫、这个灾难。主，阮恳求你也保守好，阮的台湾也伫疫苗取得，也是阮的国产疫苗，也是阮的人民的心，互阮会当合一。主，阮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祈祷，主，真侪兄弟姊妹伫病院伫处理疗养的，恳求你的医治看顾，主帮助因，互因会当搁较侪会当来体会着你甲因同在。主，恳求你会当来帮助。主。主，当阮坐伫遮祈祷的时，阮满心感谢。主，因为你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会当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。总是主，阮知阮的祈祷定定失去信心，阮真软弱。特别看到阮祈祷的代志无实现的时，阮就真犹豫，阮就失去信心。但是主，恳求你教示阮，互阮透过你的话，透过兄弟姊妹彼此的激励，互阮搁一摆来相信，主你确实在听阮的祈祷。总是即个时候是毋是已经到，也是这是毋是主你的旨意？主，恳求你帮助阮顺服。主，总是阮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。主，你看见即个世界受到遐尼济的创伤，无论是瘟疫，也是地震，也是水灾、旱灾，遮个树林的野火。主，阮看见即个世界受到真大的破坏。主，真侪人生活伫困苦、灾难的中间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，恳求你的医治。总是上重要的，互阮会当看见家己的罪，互阮会当谦卑认罪，转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相信，当阮所有的人谦卑认罪，主你奇妙的事就要成就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阮也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阮的台湾，互阮无论是伫疫情的中间，阮所有的人民会当耐心听候，互阮的国产疫苗，也是阮对国外买倒来的疫苗，拢会当来教育阮用。主，恳求你保守阮，看顾阮，也保守阮的教会。主，伫这段期间，虽然阮无法度亲像以前大家组织做伙，但是互兄弟姊妹无软正。互阮无退后，互阮知主你甲阮同在，所以阮伫信心的方面，阮搁较爱来见调你。阮爱透过伫厝里读圣经，也是参加线上的聚会，也是主日的礼拜，种种的造就，主帮助阮，互阮搁较坚定徛伫你的面前。主，恳求你坚固阮，保守阮，也特别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。无论伫病院、伫厝里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你的医治，也有可能有兄弟姊妹破病、心内忧伤的，阮毋知影，阮无替伊提名祈祷的，也主，阮相信你拢知，你也要医治，恳求你的神就甲因同在。主，为着阮兄弟姊妹头前的骹步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活伫即个时代，互阮无软弱，互阮知上帝你甲阮同在，互阮勇敢来向前行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即时来用圣诗402首，圣诗402首，请起立。伊时后，请陈牧师接导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那